好，感謝主。今日我哋查經嘅經文係落到去羅馬書12章嘅15、16節。保羅喺羅馬書12章裏邊不厭其煩咁樣列出咗以愛待人、持守良善之道，透過點樣與人相處同埋應有嘅生活態度，具體咁樣講出咗一個有良好生命素質嘅信徒應該係點樣嘅？原因係一個侍奉神嘅人必須要先有良好嘅品格同埋操行。之前喺12章9至到14節，保羅已經具體咁樣列出咗愛人要無私，弟兄要謙讓，要棄惡擇善，要火熱殷勤，幫助肢體，招待旅客，慣於祝福，不要咒詛等等。呢一切都係建基喺基督耶穌對我哋嘅愛上面嘅。今日嚟到12章嘅15、16節，保羅進一步解說基督徒與人相處係基於愛心嘅另一個生活態度，就係成為別人嘅同行者而且咧必須係要有同情心、同理心嘅。12章15節，要與喜樂的人一同喜樂，也要與哀哭的人一同哀哭。與別人一同喜樂，一同哀哭，其實嘅意思唔係要被別人嘅情緒嚟到牽着走，而係帶住一份同理心嚟到去與人相處，作為別人一個合適嘅同行者。喺人生嘅路上，每個人都會有需要同行者嘅時候，特別係喺困苦、艱難、憂傷同埋孤單嘅時候。咁樣點樣先至係一個合宜嘅同行者呢？一個合宜嘅同行者就好似久旱嘅甘露，甚至有時係喺生死之間嘅救命索。但係同行者有別於危難中搶救生命嘅醫生或者消防員，同行者唔係喺危急嘅時候先至出現嘅人，而係喺平常嘅日子已經與你同在，與你相交。不過喺風平浪靜嘅日子咧，你未必會察覺到佢係咁親近你嘅，因為佢會留俾大家一啲覺得舒服嘅空間。但係佢會留心你嘅需要同埋感受，願意聆聽你嘅心聲，甚至係呻吟或者吐苦水。佢明白你嘅處境，包容你嘅限制同埋軟弱。喺適當嘅時候，佢會説合宜嘅説話。佢特別懂得用神嘅話語嚟到安慰同埋鼓勵你。按你嘅需要，佢會盡佢嘅能力伸出援手。並且佢常常喺背後默默咁樣為你祈禱，佢會同你分享彼此嘅喜悅，亦都能夠分擔你嘅重擔。其實我哋每一個都渴望有咁樣嘅同行者，係咪呢？基督耶穌就係我哋最好、最合宜嘅同行者。佢邀請我哋嚟到接受佢作為我哋嘅同行者。佢話：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我心裏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學我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安息。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，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，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呢個係馬太福音12章28至到30節。耶穌固然係我哋最佳、最合宜、最有效嘅同行者，但係同時佢哋都希望我哋學效佢，負佢嘅軛，學佢嘅樣式，能夠代表佢成為別人嘅同行者。保羅喺下一節經文12章16節嗰度指出一個合宜嘅同行者應有嘅生命素質。16節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氣高大，
倒要俯就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為聰明。呢個係和合本嘅翻譯。李玉華嘅翻譯係要進到彼此心意的和諧合一，不要常心高氣傲，反要常俯就那卑微的。你們不要總是自以為聰明。一個多言多語，唔能夠體諒別人，又唔尋求和諧合一，經常心高氣傲、自以為聰明嘅人，永遠唔會成為一個稱職嘅同行者。我哋思想下喺約伯記裏邊，約伯嗰3個朋友，可能都能夠俾到我哋啲嘅反省，成為我哋反面嘅教材。佢哋嘅出現，佢哋嘅陪伴，本來係美好嘅，係一件好事嚟嘅。但係當佢哋一開口説話，就破壞咗一切嘅呢啲美好嘅陪伴嘅目的。佢哋以自己嘅聰明知識嚟到去分析約伯嘅遭遇。其實咧當中咧係冇咗同理心，亦都冇咗嗰份同情心。佢哋嘅分析反而帶嚟約伯嘅更深嘅傷害，就好似喺傷口嗰度撒鹽一樣。所以咧呢啲咧都係我哋應當引以為戒嘅。至於俯就卑微嘅人，其實最好嘅榜樣就係耶穌啦。聖經都係咁樣話俾我哋知，佢本來有神嘅形象，與神同等嘅，但係佢就係咁樣俯就我哋呢啲卑微嘅罪人，與我哋同住同行，甚至無為我哋嘅罪犧牲。呢個就係最好嘅俯就卑微嘅例子，亦都係我哋嘅榜樣。所以做一個與人喜樂與喜樂嘅人一同喜樂，與哀哭嘅人一同哀哭嘅人，係絕對唔容易嘅。我哋需要求聖靈加俾我哋有充足嘅愛心同埋忍耐。我哋自己常常嘅親近主，亦都樂意嘅與人同行，常常留心別人嘅需要同埋感受，能夠耐心咁樣聆聽別人嘅心聲，包括去包容別人嘅限制或者軟弱，喺適當嘅時候講合意嘅説話，懂得用神嘅話語嚟到安慰同埋鼓勵別人。而手中有能力嘅時候，我哋要慷慨咁樣嚟到伸出援手，常常為別人禱告，樂意分享別人嘅喜悅，亦都能夠分擔別人嘅重擔。就好似主耶穌愛我哋，與我哋同行一樣。願聖靈就係咁樣加力俾我哋，帶領我哋成為一個別人嘅同行者。阿們。